退休人遊世界，嚟咗新潟縣咁耐，都未正式遊覽新潟市。我講嘅係新潟市，唔係新潟縣。我哋行勻新潟縣，但係未正式遊覽新潟市。我哋所住嘅酒店距離新潟市大概45分鐘至到1個鐘頭車程。喺出發之前，我哋再一次欣賞下酒店周圍嘅環境，再俾大家睇下入口大堂嘅裝飾。咦，咁早就擺聖誕樹出嚟啦！酒店面積好大，出邊有一條專用嘅車道，兩旁仲有唔少紅葉，可以俾大家影下相、留下念。雖然喺10幾日嘅旅程裏邊，我哋都睇唔少紅葉、夜風，但係我哋都唔會錯過每一刻嘅美景。一見到美麗嘅紅葉盛放，就立即停車影相。呢個市嘅名好特別，有人讀胎內，有人讀台內，邊個啱啲？英文 Taina 唔係台灣，千祈唔好搞錯，唔係嚟咗台灣啦。呢度如果唔係自駕嚟，我諗都唔知喺邊度揾車搭。其實呢度交通都幾唔方便㗎，交通唔方便冇問題，只要環境好、風景靚、平靚正，呢個係我哋維持嘅3個大原則。仲有一個最重要嘅原則，唔想見到唔想見嘅人啊！我係講冇禮貌、唔守規矩，來自5湖4海嘅遊客。有時候見到佢哋污染環境，真係好乞人憎㗎。再細心睇下酒店附近嘅環境，似唔似德國天鵝堡？有啲誇張，但係都唔錯啊，有 feel。跟住我哋去咗下一個要去嘅地方，米餅工場見學。咦？見學即係見住嚟學，睇住人整餅咁嘅意思喎。嚟睇下咪阿茂整餅。呢一個工場係出產炭火手燒煎餅，日本係零食王國。點解咁講？嗱，連燒餅都有神社，頂唔頂得佢順啊？食完燒餅，我哋上咗日航酒店嘅頂樓食我哋嘅午餐。呢一個就係今日嘅 lunch special， 唔錯。個甜品雖然少啲，但係擺設好靚。跟住我哋乘坐電梯上個頂樓，我都唔記得呢度有40樓啊定40幾樓啦。好在免費，通常一般呢啲咁嘅高樓觀景台都係要收費，但係日航酒店非常好招呼，任你上任你落。喺呢度可以欣賞新潟市嘅全景，唔單止咁，仲360度環迴，無死角無偏差，任你睇任你影。仲有最重要嘅係呢度人多，小貓3、4隻，非常清靜，唔似得上東京晴空塔碧莫金啊！連呢度都見到米餅嘅 poster 廣告。跟住我哋由屋頂落到地面，對面原來係有船去附近嘅佐渡島㗎。望下地圖，佐渡島其實都唔近㗎，因為今日行程緊密，並冇安排去佐渡島遊覽。下次再嚟新潟，有機會一定要搭呢一隻船過去佐渡島睇睇咩料。喺呢度沿住新潟市嘅運河，結集咗新舊建築，有博物館，有銀行，有稅局，
亦有政府辦公大廈，更有歷史留落嚟嘅古蹟。跟住我哋去咗附近嘅一個叫做齊藤家別邸，係一個當地出名嘅官邸。當然唔係依家嘅官，係舊時二戰時候嘅大官。因為日本二戰戰敗，被美軍充公，當時做咗美軍嘅軍部基地。值得一讚嘅係，美軍冇將當時內部嘅設計完全改過，保留原本日式嘅文化傳統，所有嘅擺設、庭院、建築依然保留得好好。換轉第啲國家，起碼都同你掘條隧道，起個地下室，甚至冇起過佢哋嘅所謂領袖嘅石像，棟喺大門口，甚至冇日日夜夜口口聲聲話你侵略嘅歷史。嗰陣時，歷史博物館就變咗做洗腦館啦，睇到多腦都俾佢洗埋咯。喺呢度，如果唔話你知，都唔知曾經被美軍佔領。差唔多日落，我哋去我哋下一個景點，叫做白山神社。白山神社位於新潟市中心，地方唔算大，神社都算幾有特色。我哋留咗一陣，買個御守，簽個朱印，都差唔多日落黃昏，係時候搵我哋嘅晚餐啦。今日係我哋最後一日留喺新潟，亦都係最後喺新潟食嘅晚餐。唔知團長有咩好特別嘅安排呢？哦，原來嚟個日式苦飯，仲有東坡肉苦飯，喂，腩肉苦飯，正啊！呢度嘅價錢非常實惠，尤其是係個生蠔煲，冇得頂，生蠔非常新鮮。食完一煲，幾乎想追加，不過大家都好飽，食唔落啦。留返下次我哋再嚟，再嘆過，睇睇係咪真係好正呢？食完飯，最後一個活動，我哋返去酒店停車場放煙花，扮下細路仔，玩下火，過下癮。冇放煙花咁耐，都幾得意㗎，大家都玩得好開心。值得一讚嘅，酒店提供煙花，仲俾我哋喺停車場空地飲咁晚。換轉第啲密集民居，你想咁玩，用乜嘢燒着人間屋啊？唔覺，我哋嘅旅程終於嚟到尾聲啦！一早起來，我哋由新潟站搭我哋嘅新幹線去東京。10幾日嘅旅程過得好快，玩得好攰，食得好盡。特別多謝團長同助手安排所有嘅食宿同埋所有嘅旅遊路線景點。能夠順利完成一個旅程唔係咁簡單，天時地利人和，每次旅行總有3、2天唔好天落雨，能夠妥善安排所有嘅行程，實在唔容易。再一次多謝我哋嘅團長嚟個手指公，一隻唔夠，俾夠2隻。下次再玩過，正如團長助手話齋，櫻花年年開，紅葉年年有。下次再見。